谢。她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潘丽丽的《画眉》，欢迎岳云。一起踏过小山高，月夜对着泉水流，到甲咱兜的门卡口，咱捧着青光啉落后，啊冰冰凉凉，感情小透。啊，云为山的画白白，有时浅浅，有时高高。云虽然定定真高走，山永远伫遐咧等候。两个注定做伙到老。我是云，你就是迄座山，顾着你，惊你受风寒。我过目摆你真少看，逐日拢是海大石烂。啊，一生你是我的心肝。啊，云为山的画白白，有时浅浅，有时高高。云虽然定真高走，山永远伫遐咧等候。两个注定做伙到老。老当仔，哇，这个是内湖高工，虽然不是老师，是行政人员哦，所以一波买改您叫老师不，对不？是。哎呦，你有做什么岳云呐？哈，李岳云，李老师你好。还有老师哦，你今仔算来比赛这内底你上乖的一个都对，不过你的歌声上有啊，真正哦，有够有。我拄啊写过了，佫磨过。有啊哦，你的声有甲写过就对了，所以老布丁无得惊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今仔来唱的年会伊上济，不过安尼定，我甲你讲吼，尤其你唱这款歌，就是阮你的作曲作词家彭恰恰，我足够写这款的歌。今仔你伫遐唱，伫遐点仔在遐看咧，哎，恰恰你好，宋哥好，你甲看，你唱歌人过来看一个，谢谢。尤其吼，阮这首歌的歌是潘丽丽唱的，是潘丽丽唱这条歌就甲因翁的感情上好，咧梨山种碰过的迄个，唱无偌久了后就离婚啊，你打呢？你打呢？我爱安尼讲吼，我唱这条歌的，对我来讲意义足深重的，就是因为你看吼，我的名有一个云，对吧？吼，嘿，阮到迄个安那达吼，名有一个山，哦，山顶有云，所以你家缀死死啊？无啦，我常常拢讲吼，我这首歌是要唱好吼，踮咧台骹听我唱歌迄个安那达顶啊。啊，你安那达有来无？多一个，麻烦加唱一个。这是真当中的一个告示棒哦。到底谁要得到我们的周冠军呢？马上来了，好，欢迎我们所有的周冠军回到我们的舞台上，请两位老师，我们来评分啦。好，我们第一位非常专情的思琪，她到底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哇哦，16分，16分算高分的，不过还是会有一点点危险性，一点点。我们看看第二位。第二位能唱又能演的何荣，她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评分诶，目前为止还佫唔捌评分啊，真正干咱两个评分，但是要怎么佫唱一摆？啊，来看第三位。好，跟老公感情很好、互相扶持的岳云姐，她到底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
个是拢无讲好的嘛，你两个无讲好，个人夹个人的。无咧，所以因翁流目屎敢有加分？扣分，无啦，伊咧扣嘛。哦，伊咧扣，所以是扣出来的分数，扣分安尼。我第4位来。希望后道不要影响他唱歌的正好，到底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18分。你两个是来做安尼哦？无，哦是哦。真正呢？我会拢写好啊。好，你是偷看我写的分数。喂，无啦，我真正呢，2个16分，2个18分。第一个我大概知道为什么，你一下歌就太紧张了，一下歌那个声音就飘掉了，我就其实我以为你会得奖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唱得很好，而且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呼吸的地方啊，你没有抓到对的地方，然后再让观众再轻松一点，因为我在看你的时候，我担心你开也不搞呗，所以有没有让观众轻松也是很重要。那请老师来给人评论一下。白冰冰，你实在不够优秀的。啊，是安怎？我写的你拢甲我讲了。甲你讲了，哎呦，咱这都白都差不多拢会晓听啦。练习唱了较好。好。哎，来就是你台风还不错，第一句下来你的音准就跑掉。抓不住爱情的我。还有就是你的气息调节不好，或者讲换气不好，换气唔好哈。尤其一个地方音准跑得最厉害，快乐没有几个地方，这首歌很难换气哈。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哈，因为你在唱那个感觉非常的好哈。那第2位的这个选江蕙的歌哈，这条歌哈是白话的这个古早诗。咱来讲正港诗来讲，唔是讲做断肠诗，是断肠诗，吼。伊讲断肠诗，这首歌曲来讲，真正白冰冰嘛拢讲了啊，讲什么沧桑感吼。除了讲感叹无奈，佫爱佫有这个沧桑感吼。你有一点就是家己中间，咱咧家己台语家己足困难的，就是台语一字就是2字。咱讲做一个子音，一个母韵吼。你真济这个换字都无，你比如讲三分醉，这个夫音。押韵是这个所以你三分醉爱用来转，你用三分醉用这个子音来转，音都怪怪。过来什么滑头爱用这个来转，吼，这个韵，人讲啊，这个人的喉韵足好，唔是叫做喉韵是啉茶，是后壁韵，迄个后韵。吼，讲你的韵唱甲会牵丝，所以你的韵，迄个韵拢无唱出来，这叫做子母音，分了较无好，这是你的欠点吼。那么月份啊吼，这首歌曲是这个作曲是做60年代上海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物件吼。我感觉你咧唱这首歌曲，你的收放含咧唱拢非常的流畅，但是你有一个欠点，当音无好。吼，尤其内底你来注意听，什么咧等台，咧等台这个当音啦吼，做伙到老啊，什么海打酒烂吼，这个当音的所在。你拢当了无真水，正好吼，我就我摇着，你唱什么人的歌，成什么人。嘿，这条歌曲是王力友，你有得情啊？你选一个罗斯峰的，你真侪开拢罗斯峰的开出来，这条咧唱真侪王力友的，所以你这款的分数，讲要讲会当压到这支来，有较困难。哦，是。要加落嘛算讲起来，你就有做安打的，顶多2类安打，没有那个全。没有全垒打。老师的评论哦，非常中肯，连我在听就仔细的听，尤其有一寡属于乐理的吼，阮会晓听啊，袂晓讲的部分，感谢老师甲阮讲啊，遮尔清楚吼，这也伤影呢吼。当今仔2个害我加了1包啊，我加开1包。康哥还没讲评啊。对，康，我就是你我要讲的开伊拢赶快。对啊，恁2个做夭寿的，拢搞我要讲的拢讲。但是咱嘛是爱给人鼓励的。哦，是。因为这个有的是在志在参加，多一个经验嘛。像这个1号吼，我们要给他鼓励的也造型很用心。因为唱这个单身情歌一啊，穿单身哎，等下单身。这是买现成的还是去印的？去网络上找的。对，还专程去找，很用心哎。也造型咱我加分。阿姆哥吼，一般唱这个林志炫的歌吼，都会到日本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桃太郎了。林志炫的歌最难唱，我都唔敢唱。所以以后你可能要挑比较不要那么困难的。你那个去 KTV
玩就好了啊。比赛哈，有比赛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极限，你根本极限运动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又加上你的害羞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不放，要豪放一点。然后这个2号这个何龙小姐哈，你可能你因为这是那个七言绝句嘛，谈到老师有讲有一点勾心嘛。然后也有一点仔吟诗作对啦，你唔免甲家己作对嘛，对吧？你也当专嘛是赶快，我刚才选歌吼，你也是选得太难了。然后我刚刚那个李月云小姐吼，一唱歌就是我感觉伊是在享受唱歌。有的人要急着要赶快唱完，因为伊紧张嘛，有想讲我这紧张，紧唱了。紧走，我感觉讲嘿，好像他后面有通告啊呢，紧要去啊，不过这个李月云小姐，伊在唱歌得讲，她在享受，伊在享受，啊后边个加上讲，我讲有那个大哥的故事，我感觉他唱的对很有感动，是，啊这个正好哈，就是正好安尼是，赶快，现在这种乐的林志贤啊唱歌吼有声，真的，林志贤嘛就爱模仿，赶快林志贤嘛唱刘德华的，选刘德华，唱这个吴宗宪，就是啊，这就是讲优点也是缺点，那你要怎么去把它突破运用？对，不要乱去给吐我破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油！你是很稳的。康康哦，康康用那种很诙谐、很有趣的方法来告诉大家哈。不过这个大家出来唱歌，记得有一首歌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一定要找到自己啊！那今天不能打开那门问怎么办？嘿，我靠一个怎么办？要不要杨健？还是要再 PK？ 还一人清唱几句？免。本节目加慷慨，2位都是我们的总冠军，都有5000元奖金。好，请这边起来帮我们颁发奖金，恭喜！好，来，颁给岳云。好，多几位，但你再来包奖金嘛，哈。所以各位朋友哈，这个突发状况，我们本来是一礼拜要开1包尔，那么之后开2包啊，无要安怎？因为拢真好，要淘汰哪一个拢唔甘啦哈。各位朋友，你感觉有唱比因更加好，请唔免客气，先来报名。有淘汰的朋友也别气馁，我认为你们唱得很好，可以再接再厉，再来一遍。我的人吼，我的家人够再来比。好，请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。